条路拢是卖鞋甲卖衫，还搁一条街，规个拢咧做电影。有个朋友，敢实在有影足好咧，手甲阮拖咧，搁一直叫阮入来坐。看着大家人，因兜若像拢足好业，七八十搭摆伫路边咧卖物件，雄雄休一个，规个拢总无看人影。当时啊，就是迄个警察过来掠。阮要来去树林的树干数一下，听讲遐的物件实在有影有够好食，免坐公车排我找家。规条路拢客家看无头前，还搁有一间铁厝是有够大间，咧卖蚵仔煎。